斯坦成为国际关注议题，东突厥斯坦问题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宽率团访问澳大利亚，他们与一些议员和外交部当局举行会晤，就维吾尔人面临的巨大困难进行交流意见。与此同时，图姆托尔克先生率团访问日本，在位于东京的议会会议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突厥斯坦最新局势。缅甸女性被卖到中国逼婚。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数千名来自缅甸北部的女性被卖到中国，被迫结婚生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这份报告是第一个针对此议题的研究。报告估计，7500名来自战乱频传的克软邦和北部禅邦的女性沦为受害者，在中国被逼婚。报告指出，在5000多名被迫同中国男人生下孩子的缅甸妇女中，很多人咸于仿谎。该研究的结果仅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根据其他经验证据，在研究区域之外还有更多的受害者。计划攻击穆斯林的男子被监禁，在荷兰一个种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因计划攻击穆斯林被判处3年监禁。荷兰贼提分法院判决种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监禁。在法院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这名44岁的男子被判处3年徒刑，理由是他计划对穆斯林进行恐怖袭击，并持有非法武器。塔利班劫持20名士兵。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一名官员说，约数百名塔利班武装分子6日夜间袭击了该省辛丹德地区一处军营，打死14名政府军士兵，并劫持走约20名士兵。为受害学者举行祈祷仪式。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人为最近在中国监狱死亡的伊斯兰宗教学者阿卜杜科热木阿卜杜外里举行葬礼祈祷仪式。著名的维吾尔宗教学者可热姆喀日，1990年以来在中国监狱坐牢28年。